年轻漂亮，这首饰都是多余的。父王说，公母年轻时走上大梁街头，万人瞩目。哪有那么夸张呀？人这一辈子，谁没有过如花似玉的光景呀？只可惜，岁月不饶人哦。哦，对了，昨日永相令向各宫派东西，特地让彩萍多拿了10几匹色泽亮丽的锦缎回来，说是大王赏的。那日仪儿当面向大王诉苦，或许大王心有所感，那些锦缎就是为了体恤姑母的。这漂亮脸蛋子说话就是管用。若是大王能替华儿着想，让华儿留在咸阳，仪儿该说的那日都说了。见面3分情，姑母还得想想办法，让你和大王再多几次不期而遇。别叫，他走了。你看，走了。他们铁石心肠的女人，他头也不回的就给抛下了。难道她是你姐姐，把你留下来，竟然连眼泪都没给？他在咸阳还有个弟弟，你只是一只狼，又不会说话。估计他见到他那个弟弟，很快就把你忘了。姐姐，小冉，姐姐，快姑，玉儿，姐姐，别哭，姐姐不回来了吗？姐姐，这些日子你一起劝我，我和灰姑都好担心你啊，姐姐。别怕，姐姐再也不会离开你们了。玉儿，姐姐，天可人见，你终于回来了，让你替我射箭，我真的过意不去。在那些粗俗的一群人手中，你定是受尽折磨，生不如死。多谢姐姐赎我回来，是大王派张仪赎你回来的，要谢就谢大王。大王若不是看在姐姐的份上，能知道我是谁，我只谢姐姐便是。雪还能做他们想做的事情，定是这样，不然为何历代君王都带那么多生前欢喜的东西下葬，还要让很多奴婢之友和歌舞之友跟过去服侍他们呢？这么一想，我就放心了。生前楚国是回不去了，可到了那边，说不定还有机会再回去看看。楚国很远呢。不怕，我们带上吃的、穿的、用的，还有车马，还有要带些服侍俑过去服侍，还得有兵马护卫才行。好像没有听说过兵马为俑。哎，太后回乡，没有兵马守护不行的。慧儿说的有道理。既然要有奴婢服侍、舞乐欣赏，那怎么能够没有兵马护卫呢？是啊，可是为何以前没有人带兵马随行呢？以前没有，可如今有了，不就行了？
何苦要强求？可是论军功，论才华，这宫中无人能与你比肩。那母亲更不用焦急，让孩儿用军功说话。姐姐，公子说的有些道理。有一日，公子若拿下总统领左庶长，以此之名统兵打仗，而大王其余诸子不安兵事，姐姐你说，大王会考虑立谁为嗣？是一拖再拖，万一王后生下嫡子，皇口小儿怎能与国家栋梁相比？来，华儿，跟母亲好好说说话。妈，张子早会有今日？张仪做事自然要走一步看三步。会不会眼前这件事情从头到尾也是你一人操纵？那倒不是。开始是魏夫人想要我游说大王立太子，我本无此意。可后来听说他向朝中多位重臣一一送礼，更有那公孙衍想拿我当枪使，我张仪岂能任人摆布？那魏夫人真是自作聪明。若是人人都求道，人人都答应帮忙，那若是不成功，岂不是人人都没有责任？没错，我张仪的心胸可以容纳四海，却也会分寸计较。我跟公孙衍不和，他想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，他玩得动吗？其实王后就是不求你，你也要把此事搅黄，对吗？敢问芈月，如今的天下是什么样的天下？大争之事，人人皆有争心，不争则亡。说得好。大王，我大秦眼下盟军以及各封臣的兵马，能召集在一起的兵力也就20万，兵力部署明显寡不敌众。寡人知道了。干妈，臣在。从今日起，由你带人按户籍登记，除残疾外，征兵年龄降为15岁。臣领旨。司马错，臣在。寡人授你兵符，调动10万盟军，立即进驻函谷关，操练布阵，准备御敌。臣领旨。楚立吉，臣在。你和宗室封们交涉，尽量筹集更多兵丁、马匹和粮草。臣领旨。宁华，儿臣在。你建造盔甲、弓弩、箭支、兵器。是。雍瑞，臣在。你除了给寡人盯牢各国的动向，还是先完成手中未完之事。遵旨。至于张子，臣在。大王，张仪请命出使诸国，诸国联盟并非同筑之长城。张仪愿凭3寸不烂之舌，撬开其中之缝隙，在大战之前为秦国赢得时间。此事寡人还要再思量一下。应该没有什么出入。这么快？幸亏有你帮忙，不然我一个人忙到手忙脚乱，弄不完。举手之劳而已。一会儿我要去宫中见制度内史交接账目，午后才回来。进宫？雍大人，能否带上子倩同往？哦，在下听说咸阳宫恢宏无比，想借此机会一开眼界。也好，万一有什么问题，我也好找你核对。不过，你千万要记住，一会儿到了宫中，一定要跟紧我，切勿到处走。好。
这里就是天下测试云集的四方门，是如今咸阳城最热闹的地方。王公子哪天有兴致，可以去看看。好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四方馆，寡人知道你一定会喜欢。天地万物无理由下而生，天下事有，天下之事皆为财，天下攘攘皆为土。且看大家都想得这么热闹，但谁又能够牺牲自我？以我是杨朱看来，世人无力则发兵战，有力则洒血断头。儒家也说过，有恒禅者有恒心；法家也说过，人。华儿说的是实情，但此时此刻宣告登基，恐怕不妥。有何不妥？你应当知晓，在母后心中，你是大秦唯一的新君。我们之所以能跟咸阳抗衡，是因为我们聚集了朱公子的势力，人马兵力甚至多过芈月的兵马。朱公子虽威望才德远不及你公子华，但他们人人皆有争位之心。王位空置，可以使他们戮力同心。若是公子莽撞宣布登基为王，朱公子心生不满，只怕你公子华会成为朱公子的敌人。那也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让我华儿无名无分，出生入死。母亲不必多说，你们该知道，我嬴华并非真的贪图那个王位，我只是为母后抱屈，不忿芈八子以伪诏发号施令，完全不把母后放在眼里。华儿为母后着想，我记在心里。其实母后也巴不得你公子华立即登基，运筹帷幄，号令天下。但母后也得为大局着想。从长计议，惠后此言诚恳，以臣之见，还是暂缓称王为更好。只要惠后在，朱公子为了示好惠后，便会听从我们从雍城发出号令，公子的王位也指日可取。好了，此事商议到此吧。